大家平時打開電視睇新聞，有冇發現啲官永遠都總係要講官腔？點解好地地有嗰句講嗰句唔得？有人話唔識講，係要講啲大家聽唔明、有咁複雜得咁複雜嘅嘢。究竟點解佢哋要咁樣做呢？點解明知講完一大抽廢話出嚟，一定會俾市民鬧，俾人話啲官廢，但係都仲要講呢？今集我會用5分鐘時間同大家拆解一下，究竟官腔係咩一回事？大家緊記要睇到影片嘅最尾，因為喺最後我會送俾大家一個我用 Google AI Studio 寫出嚟嘅終極超強 AI 武器，幫大家喺呢個迷失嘅世代拆穿官腔嘅荒謬。詳情可以睇影片描述欄嗰度有條 link，大家可以撳落去，記得睇到最尾。By the way， 從前有一個好廢嘅公務員，喺佢步入中年之際，決定要逃離體制，於是佢整咗一個 YouTube channel， 個名叫做垃圾公務員中年走佬日記，絕對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官腔英文係 Bureau Talk 或者 Double Speak， 係1949年著名小說《動物農莊》嘅作者阿 George Orwell 寫過一篇叫做《政治與英語》嘅文章。佢話官腔呢種語言係用嚟令謊言聽落去好似真話，令謀殺聽落去好似值得尊重咁樣。簡單啲嚟講，官腔就係你個防護罩。我記得我啱啱入職政府嘅時候，曾經有一次要寫一篇回覆俾一個投訴人，嗰個投訴人長期都不滿一個社區入邊好多嘅問題解決唔到，於是我打咗一大篇文，內容大致係講述我做咗啲乜嘢，有啲咩成效，同時亦都有啲咩問題係我解決唔到。我想話俾佢知背後嘅原因係乜嘢。我嘅目的想同佢交代事實嘅全部，希望佢作為市民都可以知道政府究竟做咗啲乜嘢。我老細睇完我個 reply 之後，一夜屌咗出聲。佢話：你識唔撚識㗎？而家回覆係要用官腔。咩叫官腔？就係講咗等於冇講嘅廢話。唔好俾人知你咁多嘢，費事佢逐個點捉住同你拗。於是最後佢簡單咁樣改成咗一段：本處已經就提述嘅投訴進行調查，未有發現違規事項。本處會繼續留意區內相關嘅問題，如有查詢請電1823。是呢個例子完美解釋咗咩叫官腔。睇到呢度，聰明嘅讀者可能會問：喂，咁點解要講埋晒咁多廢話先？我交咁撚多稅養你班垃圾。我就會答你，喺公務員嘅立場，官腔其實係好有用。首先佢可以作為一件避彈衣。人話就有稜角，好多時候容易講得太多，容易俾人捉住痛腳。舉個例啊，有人查詢點解個體育館啲冷氣會壞咗，咁耐都整唔返啊？人話就會話：我哋已經搞咗㗎啦，約咗師傅，下個星期會整返好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，假設下個星期個師傅有啲咩問題出咗事，整唔好，或者發現原來個冷氣唔係咁容易整得返好嘅，咁你就死緊啦。所以官腔應該點樣答呢？就係有關部門已經留意到相關嘅情況，正採取積極嘅措施進行優化，並會適時同公眾交代進度。適時係幾時呢？積極即係有幾積極呢？冇人知，亦都冇人可以話你錯，所以咁樣答就冇死。官腔同時飾演住稀釋權力同埋責任。喺政府入邊，你唔再代表係你自己，你係代表整個體制。講人話會顯得你有個人意志，而官腔嘅重點就係要抹殺個人色彩。所以你會見到政府嘅文件通常都會用被動式 passive voice， 例如我哋好少會話 I suggest 點點點，多數係話 It is suggested， 令成件事好似係由一個機器運作緊咁樣。最後就係程序正義其實係高於實際嘅效率。對於公務員嚟講，做啱咗個程序比解決到個問題更加重要。官腔就係話俾人聽，嗱，我跟足晒程序㗎啦，你唔好怪我。講到呢度，諗起早排美國殺死咗伊朗嘅最高精神領袖嘅時候，阿 Trump 開咗個記者會，講咗番説話，啲人就拎佢嚟同當年奧巴馬殺死咗拉登之後個記者會做對比。大家見到奧巴馬就係典型美式官腔嘅代表，而 Trump 就啱啱相反，想講乜就講乜，崇尚個人主義。佢並唔係代表緊個制度，佢只係代表緊佢自己嗰種爽快。因為 Trump 係 boss， 佢可以問人責，但係我哋呢班零件，我哋就係俾人問責嗰個。當一個隨時會俾人拎去祭旗嘅零件，係冇資格擁有個人主義。我哋唯一嘅保護色就係變翻咗一嚿冷冰冰嘅金屬，講冷冰冰嘅官腔。話說呢，雲福苑事件有個聽證會，有留意呢單事件嘅觀眾應該都會發現，啲政府部門係令人非常失望。除咗因為佢哋做得唔好之外，
喺檢討嘅時候亦都唔肯承認責任。大家見證到咩叫做政府部門式嘅推波？大家可以望一望呢張圖，呢個高級測量師阿容生就指出，佢淨係負責望住張紙做審查，淨係關注幅相係咪清晰。公務員思維拆解，鋁板變咗木板，我睇唔到，因為我嘅職責只係負責對住張紙，淨係關注佢張相影得清唔清晰。官腔嘅精髓就係令自己嘅職能變到有咁細得咁細。只要我個職責範圍縮到得翻粒塵咁細，我就永遠唔會做錯。第二個重點，你望一望喺勞工處嗰度，佢話處方執行嘅條例冇涵蓋呢個棚網阻延嘅標準。其實咁樣講嘅好處就係，你咁樣講喺法庭上面嘅風險就好低，因為條例冇涵蓋，所以就算燒咗，程序上你都係冇失職。簡單嚟講就係冇條例，所以就冇責任。咁樣聽落好官僚，但係講真，如果個 officer 講翻人話，唔講官腔，佢喺度承認翻咁多程序咁多嘢，佢哋根本冇可能逐樣都做得晒做得好，或者承認自己真係唔小心睇漏咗，所以先會釀成今次嘅大錯。你諗下，如果咁樣講會發生咩事？市民聽完都一定會大屌，但係起碼佢會覺得佢講翻一句人話。但喺公務員世界入邊，如果佢真係咁講，簡直黐鳩咗線，等同於將自己甚至乎自己嘅上司直接送死。如果佢真係講人話，第一件事佢個部門嘅高層會收到一大紮投訴信，分分鐘當中包含一啲 claim 鳩你錢嘅律師信，高層迫不得已對你或者你嘅上司作出紀律調查，最後一層層查上去，成條 team 都會瀨嘢。出面啲人成日鬧話雲福苑嘅事件搞成咁係因為冇人問責。兄弟，你咁諗太天真。事實啱啱相反，就係因為個問責機制太強太僵化，大家先會驚到唔夠膽講人話，甚至乎唔敢行多一步出嚟解決問題。喺我哋呢一行呢，問責唔係用嚟確保件事做得好，而係確保件事萬一出咗事，邊個要孭鑊。呢張圖入邊每一粒字都係經過無數嘅公務員執過，每一句廢話都係為咗確保喺最差嘅情況之下，每一個官員對佢哋造成嘅後果減到最少。呢份稿唔係寫俾莊文睇，係寫俾程序睇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翻第13集，用5分鐘拆解點解政府做嘢越嚟越假，點解問責文化反而會搞死香港。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對香港徹底失望？不過唔使灰心，我為大家創造咗一部官腔翻譯機。當你下次睇新聞聽官腔聽到好嬲嘅時候，試下拎部翻譯機出嚟翻譯下，因為喺呢個荒謬嘅世界，保持清醒可能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反抗。By the way， 呢個 channel 係記錄一個公務員喺佢步入中年之際，突然之間有一日發現，我原來已經可以想像到喺我65歲嗰日，當我回望自己嘅一生嘅時候，會係咩感覺？我唔想花40年時間做一份連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嘅工，一生都白過。我相信嗰一刻嘅我一定唔會原諒而家呢一刻嘅自己。我要逃走，要揾翻自己真正擅長做嘅事情，同埋一個我本來應該屬於嘅地方。如果你都係咁樣嘅話，我相信呢個 channel 應該幫到你。